还好，跟那小文养20块样的去了吃。看养20块样去了。但是专门的研究的嘛。现在拿东西呢，花吧、营养啊，人家研究上了呗。研究这块搞不用了。这不说给了的。啥问题啥好说。啥人呢？那种都丢了很不少苦，你前世上喝啥也没得感觉吧？困感那个病都是。困感吧。困感吧啊！你那种都是前世来上了30几个。上回。前世来上了，有的都上了，老公吧可能。来上了噻。来上了是，同志还不知道。来上了噻，不上市，前世不上市。能水线嘛是？这个上了。上了还是上了？就这么浪的呗。说来是这头一要是或者一块晕过的这。不知道呗。其实你拿到你面试几天，多也没得感觉没那个。养感觉过没？没有。实际都是这经过的拿东西去了，那个报告嘛，刚刚上个季就知道了。那拿到你实际都报告你2块钱了。主要都投的也不错。你手跟压了的也不错。现在一趟你报给你几点了大概是多？是报给人身上或个人个人们算上是几点了都是多。10点啊。8、9点10点。下午3点。现在你知道谁吗？19个。拿起来19。听啥人呢？报给你2块钱感觉老没完。因为对面是考这20块钱没得感觉嘛？投靠没？签字上是侵犯的。签字没上的是还是上了。报给但张报给2块钱没得个。报给上结果是这，签字写是这个的不写的，你等死不得。听啥人呢？签字你可就要上了。签字报给上中间都还上个的。报给2块，签字上了才会丢的。听了没？当时的话，那个吃都对面都中人块的，这个上那子。不然话，那个中人说这个就是那个点儿上面是个吃好了没吃？好了一天吃了。这些回这儿都听。真的这一天吃了没？这次拿东江最后那这3点嘛了。吃不了高大弄这吃一个牛肉没听。你这个现在打这个打了。你们前世发过没？发过。听啥人呢？报给你2块钱，前世上了3块，这发过呢。那个是这，俺们一个人写的嘞，俺们一个人不写的，签字不对，就是那个报告嘛，洗大裤子，苗都洗裤子。不写的是在2块钱啥是指裤那个是指插手里了。嘞。嘴里抬了坐着呗。写裤就让你只是鬼裤就让还是插手里喝那个。报告嘛还收着洗大裤，就苗都洗裤子简单不是。听啥人呢？前世你吃啥真吃裤就也没得感觉嘛，是吧？一个真啊，把的那个。这把那个见的时间不见的时间。有都吃那个没？或者叫会儿那个您这儿说的，还这个是啥叫没有？吃那顿多短。吃没有都来些啥没事，吃多了也没他个不您这儿说。那个上了。吃了那您那个。没。是不了的。那个一个没有了，前几日前他嘴里抬了这种的做下的呗。3点4点都是走，这时间都这跟头在这下来，这饭那个报告嘛洗大裤子，咱那还讲呗。现在阿姨他们那种就是就让你报告上看那个了，没有看那个了。没有面试。也没有面试啊，没有面试别个个。听说，你报给花了20块钱了，报给花了20块钱，那个没有啥好知识过，报给你们大概吃了。报给上了，
不该听我这个人嘴里签字上去，他们个人拿那个呗。那个人给我拿来这么，哎呀，你不给呢？过去个人不拿去个人还是拿个去了？这那么小的，想想啊，啊，这张签字你给我拿去了吗？这里还得口给，口给来，没说的。在那个分还么越发嘛的弄的嘛高兴。哦。他越发嘛就，我多才下里边他。哦。Did he say the Dita comes quickly or slowly? And is it different in Nadun in treating sickness? 啊，经常有你签字喝个苦，你只是包括只是这拉回慢慢在这拉流是啥子这来有了。哦呀，这头下来是这么装的，这么装的铁棒3节子呗。啊。这么装的环子来块头。这么长呗，颈肚子上打的呗，就上不来。哦，经常有你丢的回家点儿没啥鬼呢，上次没穿着。哎。哦。混看件是有时穿给他们，没有时就颈肚子。颈肚子调整。哦。啊，听说有你丢的行不上苦，丢的行不上苦，你只是这拉回家慢慢在这拉流失。哦，你真是啊。阿虎说了啥了？主要车过。阿虎，您就是了呢。后来丢的，这是写宽的。再给我写开60慢慢的写开了，您这是写深宽的。写方便了，对那个是基本的大的就是签字带都是签字递过来嘛，这下趴下了呗。哦。这么是最明白了呗。不是才心里明白了呗。还有什么事啊？经常有你只是丢的苦就让。那考啥个困上谈了。人对的嘛，话不说个呗。话不说个呀，人还是寡人对着。哦。经常有你要这个传说个啷巴还？传说的实际都是接说的呗。传说啥也只会传说个是每次丢的苦就拿走的。只有一回。就是会啊。一块中人嘛一说是都，包盖西当裤子头一说是，罢了呗。哦。我是才。这啥也你传说苦就主要让你去了。最简单描述的话还说，解说的呗。哦，解说什么？主要让去了。啥？那个国人不知道。国人不知道。这不是，这个日用这个家来日用是，家来日用是，所说来都是掌柜的。所以这个会不是啊，不是或者家的性质这个会着我的庙这个才不成了，修一卦，会着你们这个今天这个饭不给缺了，会着这个钱粮缺了，会着这个正刚这个馒头缺了。这是绿瓜就行，这瓜说。对，那个全新的不够。全新。那是什么？在这个外国的，我们这个庙个修的，他们来下的呗，不是些给了吧？